过来消息来看，花莲吉安乡的建国路最近咧进行人行道甲排水沟的改善工程，昨有民众塞车也毋过车链煞掉伫窟窿内底，出动吊车才甲车吊起来。公所是表示讲会来要求厂商改善。伫监视器看到一台车被驶弯入去巷仔，则突然间起向一边。代志发生伫咧23案花莲吉安乡的建国路一段，正伫咧做人行道加排水沟的改善工程，暂时用坡面互人车过。这台车被驶弯入去时阵，前链落去吊吊的。再宽一点吧，因为没有，如果他正直角，我真的弯不进来。然后因为它两个太窄了。过当天来到现场，就有民众讲，看道无够，车要滑入去真困难。这段路的时间，伫路边挖2公尺宽、1公尺深的沟仔，巷仔口临时铺2片钢板，互人车过。不过看道无够，施工单位先加强警示。我们在协调厂商现场能够去做加强的部分，把它改善。原则上是要确保人的通行安全一定是 OK 的使用，要允许到让每条巷子或每个住家车辆可以通行的话，在执行上确实还是有困难。乡公所讲，这个路段的人行道加排水沟整治工程，将到8月底才会完工，会请厂商加强警示，伫咧无影响施工的情形下，增加路口的宽度，方便民众出入，也防止过发生意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